我哋相信真正嘅養生係及早調理，喺身體出現問題之前就着手處理，從未病出發，延續更長久、更穩定嘅健康旅程。現代人節奏太快，身體嘅細微變化往往被忽略。你有冇發覺精神、睡眠、復原力甚至抗老能力都唔似以前咁好？呢啲變化未必係真係生病，其實係身體傳遞緊未病嘅信號，提醒你健康開始慢慢失衡。與其等到真係出問題，倒不如喺未病階段就主動調理，為自己打好健康基礎。結合傳統漢方智慧同現代科研，以天然草本喺根基動搖前鞏固身體，成為你養生路上最值得信賴嘅長期夥伴。日本專利科研配方30年嚟專注養生科研，通過嚴謹測試獲香港品質註冊認可。我哋始終相信天然嘅純粹先係健康長久最穩陣嘅基礎。真正嘅健康唔只係唔生病，而係識得喺未病嘅時候好好調理，讓協通事業陪住你，用專業又可靠嘅方法幫你建立長久而穩定嘅健康生活。立即行動，將未病之道化成你持久健康嘅力量。協通同行，讓健康從未病起步。